献身躯互火烧。若无忍耐，对我拢无利益。忍耐是宽容，忍耐是慈悲，有忍耐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爱不义，袂爱不义。只有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愿望，对一切有耐心。这些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讲言语的文字话无去，知识嘛话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年，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安尼这声，安尼是望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爱。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创造天地海，共创一切万物，守护阮活命的天父上帝。今早起，阮照着你所吩咐的旨意，正兄弟姊妹伫圣殿当中，三角用着信实欢喜渴慕的心来齐声学乐你尊贵的圣尊名。愿你的高感灵，阮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你的旨意成就伫台湾每一间教会，互兴起做你所竞选的百姓，来使用阮，成做你的福音的出口，疼痛的天父。目前世界所面对的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愿你来掌权，愿耶和华上帝刷去这个战事，避免伤害无辜的百姓的性命，除去双方的冲突，除去因的惊吓。这个世界只有借着耶和华上帝的名，才做阮应倚靠世界人的拯救，因为你是独一活人的上帝。求主施阮怜悯，拯救守护互世界这个领袖，心存谦卑加公义，有信实怜悯，带来和平，也使互台湾有平安。感谢乐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报告本会的消息，第一项，本会本主日第二场的礼拜举行洗礼式，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的礼拜联合聚会。副堂的转播，儿童牧区的礼拜要改入地合适的小会堂。小会接纳的名单如下。新年洗礼拢总有21位，更新礼拢总有17位，小儿洗礼拢总有8位。咱家己名单，咱家己来看。第二项，本会6月25号拜三祈祷会暂时一改，鼓励大家前往去约林良堂的三民区顶用。拜三的祈祷会要暂停一改鼓励大家前往要去约林良堂三民区顶用街170号，要参加爱德使福所牧师写诗转化特会，会使家己自行来前往。需要坐车的兄弟，请往办公室来登记，因为车位有限，坐满为止。要参加的姊妹，暗时6点半伫教会集合出发。第三项，本会定于下主日28号甲29号
举行2025年第3届伊的圣餐礼拜，清创礼拜第1场甲第2场的礼拜，并且全体陪餐会员备办心强守圣餐动物主恩。第4项，本会定于下周主日6月29号。第2场的礼拜举行区长、小区长、小组长就任式，任命的名单伫第8页。也要就任的迄天的就任者，请穿较正式的服装。迄日第2场、第3场的礼拜联合聚会，副堂转播。儿童牧区的礼拜要改入地下室的小会堂。第4场的礼拜，伫清风敬中照常来聚会。具体消息，儿童牧区定于7月29号到8月初4，下8月初1，拢总有4天，下昼的1点半到5点半举行私募学院 New Man 我要改变暑期营会，报名费7月初6之前早鸟号是800块，了后是1000块。名额拢总60位，参加对象原来国小甲6年的欢迎到办公室。蔡依君的区长来报名缴费。补充一个报告：本会陈玉芬姊妹的先生孙明兰弟兄，伫6月16号文主文调安孝主怀，定于6月28号拜六下昼2点。要伫年道教会举行个别礼拜以后，安葬伫年道教会的墓园。愿主安慰遗族，并且兄弟为着遗族来祈祷，并相助，并且先有参加相助会的会员来缴相助费。以上告解消息，请陈牧师。好，咱高雄中华传道部伫过来即个拜六6月28，上午9点到12点。伫公山教会有举办宣教大会，即帮有特别邀请寇少恩牧师要讲软弱中的刚强，失望中的愿望。咱若要参加请咱办公室报名费用是100块。若有登记坐车的，就是6月28拜六下早8点10分伫教会即刻来出发。第二，即个。咱高雄的万军宣教举办年会，伫6月28拜六上午10点半伫咱教会敬拜中心举行。咱若有人要以后要参加关心咱伫拜3 6月25进前爱甲办公室登记报名第三，高雄爱修会活动定伫8月初4到初5举办，地点伫嘉义里基督院。主题是启示录7间教会，这帮的侍奉者是曾德忠牧师、曾永林牧师，费用2500块。咱参加这个做酒教会有补助咱照规定来申请。欢迎伫7月初6进前爱办公室报名以上，早起毋知有头一遍来参加的，迄些无啦好。好，咱今仔日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3章第6节到15节。我来读，恁来看我在前阿波罗压水，独上帝予伊大长，安尼生就栽种的甲压水的，拢袂胜少得数，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那尔。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若是逐人照着家己的着活，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因为阮是上帝当着活，你是上帝所做的园，上帝所起的厝，照着上帝所赏赐的我的恩，我亲像智慧的师傅头，有下伫地基，别人起伫伊顶面，总是逐人着警醒怎样起伊。因为所下地基以外，无人会下别个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总是人若用金银、宝石、茶草、稻果起伫
即个地基顶，逐人会讲要显现，是迄日也要显明伊，因为伊要对火来显现，果火也要试验，逐人会讲是啥物款。人所起做工，若有漏的，就伊要得到工钱。人的工若烧了去，伊就拄着损失。独独本身要得到救，毋过是亲像对火中脱出。以上，学了咱请常年圣官队。
感谢主，伫即个世界上宝贵的，就是阿爸爸相顺，互咱有平安。讲到起造属灵的生命，咱请陈牧师。感谢大家平安。咱互相隔壁讲，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感谢主吼，因为主耶稣甲恁讲，恁伫世间有苦难，多多恁通放心，因为我已经赢过世间。这世间确实充满苦难，当时要发生战争毋知，当时要地震毋知，当时要意外发生拢无人知。但是感谢主，咱伫主内面有平安。主赏赐咱的平安，毋是世间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阿门。感谢主，咱今日教会是洗礼主日第2场，咱有46位，无论是成人洗礼、小儿洗礼，还是更新礼，咱感谢上帝哈。过去透过幸福小组，做一人认真招人透过幸福小组会当带人来信主感谢上帝咱下早起牧师透过哥林多前书这段圣经要甲咱想这个题目，去做属灵的生命。因为咱信主了，咱毋是搁诚做天然人，毋是搁属血气肉体，咱爱诚做一个属灵的人，咱爱去做属灵的生命。我会记我伫2000年当要来油厂教会我离开盐埕教会来油厂教会有一个盐埕教会的长老，伊过去做船长伊有时拢爱行船久久才转来，但伊若住伫高雄的时阵教会即个早祷会拢会真注意参加即个早祷会会记我要离开的时伊为我祈祷祝福，互我印象上较深的就是讲求上帝帮助你会当去做一间属灵的教会，属灵的教会。安尼伊即个期待就是讲有足侪教会无一定是属灵，可能是属世属世世俗化可能。咱望咱是真正是属灵的毋是属世免再来去做一个属灵的教会，当然就是兄弟姊妹有属灵的生命。所以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恁得爱去做迄个属灵的生命。咱咧起厝共款，咧起厝就是要有好的地基，要有好的材料。你要起属灵的生命，你嘛是要有好的地基、好的根基、甲好的材料。伫即个哥林多前书3章1开始保罗咧讲哥林多教会，伊安尼描写讲：兄弟我前甲恁讲话，袂话掠恁做属神的人，毋是属灵的人是做属肉体的人。踮伫基督是做婴我捌用恁饲恁，无用米粮，因为恁情袂堪得。到担也袂话，恁还阁是咧食，恁袂当食米粮，到即马阁袂当是恁要趁肉体，恁中间既然有怨妒、三争，减是趁肉体，照人的款来行嘛。因为即个讲我属保罗，迄个讲我属阿波罗，恁减是趁人的意思嘛？阿波罗是甚物？保罗是甚物？是恁所对因来信的切应，教主所赏赐达人的。所以咱今日读的圣经，煞接落去就是要讲我在前阿波罗压水，独上帝互伊大赞，毋是靠人毋是照人咧想的代志去行去做，咱就是爱照上帝意思，爱伫上帝的即个根基的顶面来去做哥林多教会这兄弟姊妹，因为
信仰的表现就是信主了，甲无信主，甲差不多所以保罗真正一再鼓励，咱毋通搁做红兄咱着爱会大汉，通会食饭咱的生命爱成长，毋通搁像过去的款，应该你信主了，应该也无相款。所以这个第3节所咧讲你要照人的款来行嘛？你若照人的款，就无神的款你就无可能是属神啦你甲世间的做的生活拢共款，安尼你都无啥物改变。所以保罗伫第6节了，一直咧强调咱信主了，咱的属灵的活命爱好来去做咱得伫耶稣基督的这个地基顶来去做。到底咱要安怎伫耶稣基督的地基顶来去做牧师今有几项甲咱分享。头一项咱着爱伫基督的恩典去做，伫基督的恩典顶面的活命。咱着爱去做伫基督恩典顶面的活命。这个意思是讲，咱信耶稣了，咱接受耶稣做咱生命的主，甲人生的主，就是讲咱已经受救赎。咱也实在是值得受救赎，因为上帝疼咱所有人，上帝疼咱所有人。伫读到这个3章上尾这15节咧讲，这个人的工程若烧了去伊就拄着损失，独独本身未得到救，毋过是亲像对火中脱出这个厝烧去要哪会得救其实是咧讲，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伊的一生可能结束身躯结束但是伊因为信耶稣做伊的救主，所以伊当得到救。上帝恩典就是安尼，所以咱对这个得救是主的恩典是恩典，是上帝恩典。咱爱有迄个确信有时人问讲你会上天堂无？较无信心的人会想诚久，讲我毋知呢我安尼嘛有够好无？我嘛是还佫有诚侪歹的习惯我有时嘛是会犯罪像我即款的人，敢会当上天堂可能为还佫有嫌疑，但是其实信耶稣的人得救是起做伫迄个基督的恩典顶面所以你毋免怀疑，你会得到救但是这个恩典你着爱持守，你着爱抓牢，所以爱甲这个永生甲这个恩典爱牵条条伫迄个小组中间捌有迄个姊妹分享讲我逐遍若欠什么，甲上帝求，甲上帝讨上帝逐概拢互我逐个就感觉足心酸的你安尼求讨拢有逐个就讨论这个问题逐个讨论了，迄个结论是讲因为咱基督上帝，上帝才有应允互咱，毋是讲你做了足好的，是因为上帝疼你；毋是你做了足好的，是因为上帝疼你，上帝怜悯你你愿意恳求，你好胆愿意求，你诚心愿意求上帝疼你，上帝照你的恳求来赏赐你这就是恩典恩典毋是靠咱的行为我做了偌好。最近这个咱咧读个加鲁太书咱毋是靠行为得救，毋是照修律法对救，那安尼咱拢袂得救。咱是因为恩典，因为上帝恩典伫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姊妹佫分享讲我有2个查某囝一个足够甲讨物件，逐摆要出去讲妈妈你甲我买饼转来当然妈妈就是转来就甲买饼转来。但是我周围这个查某囝
大概妈妈出去吼，伊也袂问啦。妈妈问讲你敢有写啥？讲无啦，我毋免。结果大家拢无啦吼。迄个会讨的拢有，无讨的拢无啦。即个当然，咱看囡仔是安尼，兄弟姊妹，咱信主了吼，咱就是信耶稣了，咱爱知影上帝听咱，上帝伊有无限的慈悲怜悯吼，咱就爱向伊求讨吼，向伊求讨。咱向伊求讨，伊赏赐互咱，毋是因为咱偌好，毋是咱做了偌好，是因为伊听咱。因为咱若拢是足好吼，足完全啊，都毋免信耶稣啊。因为咱有罪，所以爱信耶稣。所以咱的罪是透过信耶稣，互咱得到赦免。透过信耶稣，互咱食做上帝的囝儿。伊欢喜听咱的祈祷，毋是因为叫咱行得偌好，是因为带念伊的囝耶稣基督为咱赎罪的功劳吼。所以头一项咱要去做属灵的画面，咱爱有迄个确信。我因为信耶稣，我会当进入去这个恩典的地位。我是上帝的囝儿，我是伊所听的。伊应允吼，求着得着，找着拄着，拍门就甲咱开。咱爱好当向伊求讨。这是头一项咱爱学习的。第二项，咱爱起做伫上帝话语顶面的这个画面。第二属灵的画面，就是起做伫上帝话语的画面。假使照头拄仔讲吼，咱甲上帝求什么吼？有求必应吼，有求必应。若有求必应，就是讲咱都毋免做认真的啊，咱反正都做好做歹无要紧，逐反正特别上面拢会下面拢会怜悯哦，我求着有哦。兄弟姊妹，其实咱袂当停留即个阶段，咱袂当定定停留即个阶段。迄翁仔细汉的时候，花着有吼，袂使较大拿搁要花啊，安这都毋对啊吼。咱着爱成长，吼，过去食奶，即马着爱食米吼。所以，咱爱伫上帝话语来进步，咱袂使干那食奶，咱着爱食米粮。圣经讲吼，我的话就是活命的米粮，食活命的米粮，你这个属灵的活命才会成长。所以，咱就开始信主了，咱就爱读上帝的话，互咱的灵命才会当成长。咱搁较明白上帝的旨意，咱的所行所做才互主欢喜。感谢主吼，咱教会有小组为了较认真推动这个读圣经吼，约些时间，大家一天看要读偌济，轮流读，直直读，了搁小了做一个祈祷。咱中华后咧办这个考试，就是讲你要去参加考试，一定要读。那学生囡仔讲哦，毋免读要去考试，哪有可能？生活搁稳定哦，这生活拢毋免拍拼，这袂使定定伫即个阶段吼。我的迄个查某孙哦，考迄个社会吼，一条甲毋对，讲迄个题目是甲讲就是讲咱即个高雄市像咱这高雄市市政府无做足好的规划，毋过即个城市阁会当我若做真好的发展，安尼对毋对？是毋对啦，伊讲也是对啦，无好的规划，要哪会正常的发展，对毋对？你囡仔无读册，你敢会当考试考会好？这都无可能，拢在想稳定，感觉讲都反正上帝稳定好像逐项拢真自然的。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其实咱得爱欢喜受造就，欢喜受栽培，欢喜追求，欢喜会当，互咱会当进步咱袂当定定像翁仔共款，咱爱伫上帝话来起做，咱着爱参加聚会，咱参加小组，咱受栽培，互咱会当
得到进步。咱伫即个拜六昨吼，当有教会吼，感谢主有迄个领袖的培训吼，就是希望较侪人会当受培养，会当来承担责任。感谢主有60-70位吼，因拢安尼6礼拜久吼，拜六会在9点到12点吼，就是受这个栽培，受这个造就。参加的人拢真正真有领受，真有得到。所以大家拢有写回应吼，拢总有35个吼，写文章，所以咱甲出版一个迄个见证集吼。感谢主，咱一定是爱对上帝的话吼有较无，咱有定定读上帝的话，起做伫上帝话语的顶面，互咱的属灵的画面会当成长。假使咱也毋读上帝的话，咱免会知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拢记载伫圣经内面吼。所以咱一定是爱读上帝话，互咱属灵的画面吼会当成长，互咱咧做代志，毋是照家己的想法，照世界的看法，咱应该着爱照圣经甲咱教示的，有时咱拄着问题，咱若照世间讲就无法度啊，无法度啊。毋过圣经上帝甲咱讲，伫人袂话，伫上帝凡事拢话，所以咱着无安尼想。咱就来倚靠上帝，上帝凡事拢话，你若靠人就无法度啊，无步啊。毋过咱就倚靠上帝。当咱会当倚靠上帝，咱会当相信上帝。有时无法度就变做有法度所以我拜上基督，我讲韩国这地方基牧师有一句迄个名言啦伊讲我会当做看卖一定会做成功。我会当做看卖一定会做成功。国语讲我能做看，必做成。这就是相信，伫我是袂话，毋过伫上帝，伊凡事拢话。我若倚靠上帝，我烦恼变袂烦恼。头一句，倚靠主，免烦恼，心平安。你若无倚靠主，可能你会烦恼，心袂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靠着迄个家庭我开力的，我凡事拢会。所以我相信主帮助我一定会更较好，我会较好，我的家庭会更较好，我的囝儿会更较好，我的丈夫会更较好，我的服侍会更较好，因为上帝帮助我，第一无恶正的事。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爱要去做的这个属灵的画面。第三，咱爱去做伫圣神引带的这个画面，圣神的引带，属灵画面去做伫爱去做伫圣神的引带。咱知影上帝话真好，毋过有时咱要去行行袂出来。有时咱要去行，咱嘛毋知影袂去啊。但是圣神会帮助咱，圣神会帮助咱。咱得爱常常求圣神，你来帮助我。我毋知影要来行，你着支持我。上帝话会当对我来启示，互我会当记得上帝甲我讲的话，我应该安怎行？使徒保罗伊嘛有一款的经历，保罗讲苦啊，我会做人，我想要做的好，我就无法通去做，无爱做的歹，佫反倒去做。我是艰苦，感谢耶稣，伫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救赎，佮甲阿爸爸求圣神保卫出来帮助我。可能我若无法度，但圣神当帮助我。感谢主，咱有足侪代志，咱应该着爱求圣神帮助，咱着爱互圣神来甲咱引带。所以，咱常常爱互圣神来充满。咱会甲圣神讲，圣神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你的圣神要帮助我。我有时要以我爸母就做袂来，我要听我的太太就做袂来，我要教我的囝儿就做袂来。但是我会当求圣神帮助我。感谢主，我会使看见迄个咱明传结束因父在这个妈妈来礼拜，搁落去，搁万一搁看到咱
这个文健兄甲赵地长老吼，哇，在因妈妈甲咧甲伊照顾的吼，咱这个姊妹来礼拜，心就感觉非常的感动，感谢主吼，真好，伊吼会当真正友好老母，听老母会当来礼拜，来圣殿，哇，来救君主，来亲君主，心就足欢喜的。较早拢礼拜，但是到年老真正若无人带领是真困难，若无人帮咱就真困难。感谢主，就是真正是有圣神的开力伫因的身躯顶，互因会当做会来。兄弟姊妹，咱有啥物款代志做袂来，但是咱着爱家求圣神帮助我，圣神啊，你帮助我。我啥物代志做袂好势，啥物代志我无法拢做，我感觉无信心去做。但是我求圣神帮助，我渐渐求，可能吼无可能诚做可能吼，可能哪来哪有可能，搁哪来哪得到改变，咱就会当看见圣神伫咱身躯顶的工作，咱就无放弃。我伫这礼拜伫这个武昌真光教会，就是听迄个专门咧讲做医治祈祷的。伊讲有一个美国的报道家叫做奥斯本伊足热心要传福音，所以就带伊的同工就去印度去遐做传福音的工作来传扬主的真理。传一冬受过去传，足认真去传，但是无通传人信主，就足灰心足累志倒转去美国了想讲要做这个工呢才困难。后来伊就去参加一个特会，这个特会是咧医治的。看见讲奉主的名为着人祈祷，圣神真正做工有足多人迄个病得了医好呢。圣神感动的，圣神感动我知影，甲伊的同伴讲好，咱已经好势咱搁准备搁倒转去印度，因为圣神因出来伊知影讲我毋是干那讲真理，我得还搁互人来经历这个真理。我毋是干那讲主会拯救人，主会医治人，咱着要经历主的医治，所以伊着倒转去奉主的名为人祈祷，毋是干那迄个传扬这个真理，伊搁为人祈祷。所以圣神做工，足侪人病得了医好，着足侪人来信主。兄弟姊妹，咱有足侪代志，咱家己做袂来，咱毋知影。但是当圣神感动咱，启示咱，咱去做，迄个代志就会成就。事实上，牧师有时要做这样代志，做迄样代志，其实原来我嘛毋知，但是有圣神的感动的时，就讲这个代志是应该去做的代志，好的代志。比如讲，要请这个钟彩玲牧师顶届要来人家做这场的祝福，迄是年初的时，圣神就有迄个感动，所以这个代志佫然成。所以后来才请伊来做咱这个领袖的训练。事实参加人对伊的帮助拢得到真好的帮助。伊嘛真活泼分享上帝话，其实伊的祈祷也真有开力真人得到伊的帮助。伊所讲出的话语会当拍动人的心。兄弟姊妹，咱就是爱有领受为上帝来话，为圣神来感动，这个代志出自上帝，自然就会成就。所以咱一定爱起做伫圣神引出的顶的画面好，第四项，这段圣经甲咱讲，咱就爱起做伫真认真的态度的这个生命伫迄12节甲咱讲，这个12节只讲，总是人若用金银宝石、茶草、稻果，起伫这个地基顶，逐人的工得要露现，是迄日要显明伊，因为
要对火来显现，个火要试验，逐人会讲是甚物款。人所起做的工若要留底，就伊要得到工钱；人的工若烧了去，伊就拄着损失，独独本身要得到救，毋过是亲像对火中脱出。这段圣经其实就是讲咱要基督徒的生命差别安尼诚大。到底咱是安怎起做？你是迄个金文报纸，还是迄个茶草丢果这无共款。迄火烧了就知，火烧了去，你茶草迄个烧的就无伊啊。但是金文报纸毋惊火烧啊。所以咱是上帝建造的田，是伊起造的厝，是圣灵徛起的殿。到底咱这个是安怎认真起造咱家己？咱看见伫迄个9日大地震发生的时报纸咧报这个所在有迄厝迄条去互落落先用迄个沙拉油桶油桶你去咧灌，你看这个建商头刚检了伫迄个中国位的，你看迄个豆腐渣工程还用迄个玻璃龙，还用啥物咱看泰国迄30楼的，你看砰一个是啥大？迄地动小，也毋是讲偌大，结果规拢崩去。考验就知影，伊的地基有在无在，伊的材料有偷工减料无偷工料就知影。因为因为咱咧起造咱的属灵的活命，咱嘛就是爱认真的。咧起一个工程是爱认真的，爱实在的，毋是清清彩彩毋是有也好无也好，是讲所以属灵的活命若坚固，自然拄着试炼的时阵就会徛在，袂一个就去互烧伊所以这圣经咱信主了虽然会得救毋过伊讲虽然得救，就是咱甲像为火中脱出共款恁你捌得救啊，真危险啊！咱甲像这个罗特共款这个就是毋是咱所心酸的。兄弟姊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庆祝宣告160周年长老教会的这个标志就是焚而不毁试白互火烧，但是无烧去。这就是咱的长老教会的精神，这就是咱的信仰。表示讲，咱伫无论什么款的环境，偌大的困难，偌大的困迫，拢会当徛在。这就是你的生命。咱也有一个真正起造伫基督为伍的顶面的生命，伫上帝恩典的生命，是圣神引出来的生命。咱这个基督的根基顶面，咱是经文保障，咱就会当徛得在。咱诚做一个上帝救赎的囝儿，望互咱拢会当真正伫耶稣基督的根基顶来起造，互咱就是拄着试炼，还阁徛会牢，火烧去还阁留会牢，咱会当得到这个报赏咱每一人感谢上帝，无论咱是迄个阿波罗栽种保罗压水，还是什么人栽种，什么人压水重要就是咱是伫上帝恩典来得救，咱今日是伫上帝的话语来起造当然，咱伫教会内底可能有牧师陈牧师、王牧师、何牧师，有真侪人，但是上介重要，咱就是爱伫耶稣基督的根基的顶面。咱毋是属伫什么人，咱毋是照什么人，咱就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根基的顶面，互咱认真追求。望咱是伊建造的田，是伊起造的厝，是伊圣神徛起的殿。感谢主，望咱教会有真侪遮的兄弟要进入教会，咱嘛有机会甲因斗阵来学习，咱会当陪伴因，
互因的属灵的活命拢会当得到起造，得到成长。哦，每一个人拢会生命拢会当复兴起来。咱的生命复兴起来，咱的家庭就会当复兴起来。咱的家庭复兴起来，咱的教会就会当复兴起来。咱的教会当复兴起来，长老教会就较济会当复兴起来。台湾的教会就较济复兴起来。我相信咱的台湾就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咱毋是讲干迄个信主了，干来当得救，将来当倒转去上帝啊！毋茫咱伫世间的时，咱毋是干那得救，咱阁会当得胜，咱阁会当得到免流，咱会当领受，阁会当享受上帝所应允一切福气。求上帝赏赐咱，互咱的属灵的活命，咱永驻，咱头前的道路，咱蒙福。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今日会当教会要举行洗礼，要迎起40几位要进入上帝你的家。主啊，毋茫因拢会当起做属灵的生命。主啊，毋茫阮教会的姊妹，无论阮信主偌久，阮所伫的嘛，就是爱起做属灵的生命。知影阮会当进入到做上帝囝儿这个身份，这就是恩典。阮进入这个恩典的地位，毋是靠阮的家己的熬，是上帝的疼，上帝的恩典。但是阮也无掠做上帝的恩典当做阮拢干那要活伫做红领，互阮的成长，阮会当有较济听你的话，照你的话去行，阁会当互圣神引带，圣神感动阮。阮就欢喜去回应，阮阁会当真正认真来追求，认真做上帝爱阮做的。相信主，阮若家己得到兴起，阮的家庭也会蒙福，阮的教会也蒙福，也看见上帝你的国度拢会当得到空阔。主啊，阮虽然真卑微、真软弱，也阁当阮有愿意顺服你，互主你引带的时，主啊，你的疼痛要临到阮，主啊，你的恩典也要充满阮，主啊，你会美好的旨意也要借着阮来成就。主，阮多谢你，阮求你祝福伫今日进入教会兄弟，因也会当教阮共款来领受这个恩典，也享受这个恩典。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346首，愿我哪行教主闹我，会众请起立。无路就大江笑我，带我游个所见，日头起着我出一心，所的烟火无边，对主的话心灵欢喜。我的
让我完全对心谦虚，起舞来敬拜你。我那未行，靠主那我心是平静安宁，圣洁净的最清传我的靠有的自己。现在咱大家为着家己的灵命的起做，会当哪好，为着你的家庭，也为着咱的教会，才会要领设立教会的兄弟来祈祷，求上帝引带因的道路，去做因属灵的活命。嘛为着咱教会有做这的事工，无论是咱伫6月28有中会宣告大会，还是咱伫6月23开始，咱有一个埃及的地选队，去到埃及做地选的工作，咱有伊祈祷。请咱也为着咱清风已经这个厝到了，开始爱装潢的代志，咱也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互这个代志拢会当一切当顺遂。咱嘛为着软弱的肢体，特别为着头拄有报告孙明人长老伊属味道教会，过去伫咱遮住的久久，受主恩调，咱也为着伊的家族来代祷，为着陈春荣兄弟，还是张成武兄弟，潘德良兄弟，咱为伊祈祷，为着李伟玲姊妹如主面接受无论是手术，无论是为着中风的治疗，咱为着软弱的肢体，咱三体祈祷，咱也为着咱的国家，为着世界和平，伫主的面前伊恳求。兄弟姊妹，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所的主日，阮会当伫你的殿中，你敬拜。主啊，多谢你，互阮知影，保罗爱阮会当去做属灵的活命。主啊，望阮这个进入教会，互因属灵的活命得到去做，互因得到成长，互因会当成做助力好的器具，互因透过因家庭蒙福，教会蒙福。搁互上帝你的国度得到广阔，主耶稣，阮也为着阮的教会后礼拜也有区长、小区长、小组长会上任，由你也施恩来祝福新的区长。亲爱的主耶稣，阮也要为着阮中会伫过来拜六宣告大会，由你也祝福。这个会拢会当互兄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主要说，阮为着阮要去埃及地选这团队，求你也看顾帮助，望拢互因得到上帝恩典，一切拢会当得到顺遂。主要说，阮感谢你，阮常常会当互你的名为着肢体祈祷，特别恳求你帮助。潘德良兄弟、陈春荣兄弟、张成武兄弟得到你的恩典，为人手术了，甲失眠手术了会恢复，由你特别施恩看顾、帮助。所以兄弟有心肝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这个世界有战争、有地震、有一个冲突，充满不平安。但是主，你是平安的源头，愿你施恩看顾，愿你伫阮中间。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得到你的救恩，领受你的恩典，互阮会当奉你的名，阿爸爸上帝来祈祷。阿爸爸是慈悲怜悯的阿爸爸，伊要伫基督耶稣内面来保守阮的心、阮的念头。主啊，互阮有病痛的得到医好，互阮有艰苦的当得到开发，互阮有拄到困难的会当得到突破。主啊，互阮
让咱经历上帝你的权能。主啊，阮有哀伤的，愿你安慰伫你中间。主啊，阮有做教会所推动一切这的造就活动、传福音的活动、宣教活动，你拢特别看顾。主啊，阮徛起伫台湾，求你也保守台湾平安。主啊，这个世界有真多这的灾难，有真多战争的苦难。主啊，求你怜悯，互你的和平会当降临伫阮的中间。主啊，多谢你会当听阮的祈祷，愿阮的祈祷拢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感纳。安尼恳求，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这次来收奉献。请大家起立来念奉献诗。感谢了主，愿欢喜用感恩的心带着礼物来到圣殿当中，愿主上帝守护阮所献的，伫圣间当中得到帮助。感谢了祈祷，奉靠耶稣的名，阿门。祝福财恳。咱恁当平安去，互恁会当伫基督的地基顶来起造属灵的活命，互恁会当得到上帝的恩惠，起造水的生命，活出水的生命，互恁属灵的活命拿来咱勇壮，互恁头前的道路拿来咱蒙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